主后2022年10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吞忍听候基督得胜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启示录第6章1节到17节。羊羔开7个封印的一个时，我搁看，我有听见4个画面的一个，伊声亲像雷的声讲：来！我看的时，有看到一只白马，骑马的人举弓，伊领受花冠出发，为着要必战必胜。羊羔开第2个封印的时，我有听见第2个画面讲：来！迄时有8只马出来，是赤色的，骑马的人有领受权柄，通对地上抢夺和平，互人互相残杀。伊有搁领受一支大旗剑。羊羔开第3个封印的时，我有听见第3个画面讲：来！我看到的时，有看到一只乌马，骑马的人手提枪仔。我听见敢若有声对4个画面中间发出讲：一日的工钱只有通买1公升小马，一日的工钱只有通买3公升大马。敢若油甲酒毋通拍算。羊羔开第4个封印的时，我有听见第4个画面讲：来！我看的时，有看到一只火灰色的马，骑马的人名叫做死亡，阴府对伫后面。因有领受权柄，通管辖地上1/4的土地，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甲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。羊羔开第5个封印的时，我看见这段的有为着上帝的话，甲为着做见证受杀害的人的灵魂。因大声吼叫讲：圣搁真的主宰啊！着搁偌久，你才要审判地上的人，通为着阮所流的血伸冤。逐个人就领受一领白衫，搁有声甲因讲：着搁歇一时仔久。到偏偏做奴仆的人，以及因的兄弟姊妹，就是得要甲因相款受杀害的人的数目满的时。后来我看见羊羔开第6个封印的时，忽然地大震动，日头变做亲像乌麻布遐尼乌，规个月变做亲像血遐尼红。天顶的星对着地，亲像无花果树互大风扫震动，还未熟的果子拢落了了。天消失，亲像一光册降起来，山甲海岛拢刷离开原位。地上的君王、统治者、将领、有钱的、有势，一切做奴仆的、甲自由的，拢去秘伫洞内甲山岩中间一旁。因往山岭甲山岩喊讲：倒落来甲阮崁地，互阮通闪避坐伫宝座迄位的面，甲羊羔的受气。因为因受气的大日子到啦，什么人徛会牢？以上。吞忍听候基督得胜。得胜的基督踢开封印的册卷，末世光景伫7个印陆续拍开的时阵，接连续用异象摆景出场。启示录第6章记载，羊羔踢开第1个印到第6个印，对着印的踢开，也是灾难的来临。前4个印踢开了后，出现4只无共色地的马，和4个骑马的人。
前者就亲像旧约撒迦利亚书第6章1节到8节所讲的，若是死的骑马人，代表战争、杀戮、饥荒和死亡。邪恶的强权管辖1/4的土地，要用战争、饥荒、瘟疫和地上的野兽杀人。描写地上景象了后，第5印是一个转换，将场景转移到天顶。约翰看到伫祭坛下面有对基督忠实的顺道者灵魂，是强权势力下的牺牲者，因大声向上帝后发，要求公义的神为因伸冤。顺道者得到上帝得胜的白衫，受告知爱安歇一捆仔，听候顺道者的数目到齐的时阵，上帝的确施行审判。毋免怀疑，上帝大受气必然降临灭绝恶者，只是时间久也是短的问题。第6印的掀开，描述宇宙规则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天顶星辰陨落，地上的山岭、海岛震动移徙。上帝公义的受气，互地上的人恐惧战栗，上至最高的权贵，下至卑微的奴仆，下客匿伫山洞和岩隙内面，也无法度逃闪羊羔公义的受气。伫咱的时代，咱有缘通经验到世界超强权的势力横行，要是不可一世，企图主宰世界，因为所欲为，用各种理由随行征战、杀戮，致使民不聊生，人受尽苦难和死亡。有真侪坚持信仰的信徒受迫害顺道，用性命献予上帝做祭，这个拢是救赎之前的灾难。若是天地翻腾的末日景象，咱伫福音书中间通读到甲耶稣伫世间的时宣讲的预言真成。尽管罪恶权势猖狂，总是当上帝日来临，小势力的掌权者的确徛袂牢，求安稳也无得永稳。上帝统管万有，伊眷顾家己的子民，信伊的人伫灾难中会得到保守。不论面对小势力带来的苦难，也是天地巨变带来的威胁，上帝的子民拢通放心，因为宇宙最高权柄要统管一切，伊的旨意必定会成全。信徒通得到安慰，因为上帝虽然允许苦难进入咱的生活，人生道路检采有崎岖，毋过伫伊的业力保守下面，公义路尾会得到高举。所以，当福音陆续掀开，咱的视线毋是只有停留伫邪恶横行、天灾地变可怕情景中间，阁会通看到隐藏伫灾难背后的安慰甲盼望。伫现今的世代，小势力的横行虽然可怕、恐怖，瘟疫甲天灾的发生虽然互人失去安全，毋过相信一切拢伫上帝掌权下面。咱若忍耐听候，将经历基督的得胜甲上帝的祝福。默想，苦难压迫，互人学得忍受，总是上帝袂永远容忍罪恶横行。苦难压迫，互人学得忍受，总是上帝袂永远容忍罪恶横行。咱来祈祷，
全能的上帝，我愿意相信你的救赎真理。总是伫我信心不足时，求你帮助我，有缘勇敢做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